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先来关心台南市会定期会。阿南区目前正积极伫开发，带动未少就业人口。议员黄丽椒伫市政总之前，都为9份新开发地区，不管是停车或者是新设立学校的学生，处理安全以及运动人口来签名。希望建设太阳能俩户暝，甲户外篮球场。阿南区9份地区目前已经开发完成，不但吸引未少的人口进驻，而且新设的学校嘛已经开学使用。因为是新开发的地区，议员黄丽椒为当地居民来签名，包括停车的问题，甲学校学生上下课无一个业绩撇户的所在。议员建议应该增设太阳能的遮雨棚，甲户外篮球场等。对此，阁有叫甲市长回应，会来评估。忽然间的来了一阵大雨，那学生在那边在那个地方等待家长来来接的时候，大家都淋雨了。那个里长伊安尼特别关心伊啊，里长拢可能是咧下课的时阵拢会去啊顺，因为那个什么交通号志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接单，是不是？因为号志没有办法去动作啊，所以可能下课的时候是学生那么多出来，可能是你伫安全上也是有一个疑虑了哈。那个什么里长他就跟我讲说，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台南市教育局能够把这个校门口两侧这边，因为这树棒和拢打栽嘛哈，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做一个，以免学生下课的时候出来太阳那么，因为现在的就是极端气候的问题，太阳直接这样子照射，还有碰到天气变的时候，忽然间雨下来了，无法度无当力。对啊，那个也是人行道，但是那旁边的话立了那个杆子，然后都架了那个太阳能板。我觉得那个如果架在围墙旁边，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只要它是美观的设计。是。这个我想跟学校请同仁再研究讨论一下，然后那个部分是不是可以？一方面能够那个什么，我们九份子学校的一个用电量，能够也可以一方面能够靠这一个。是，因为那个如果可以做标注的话，经常那个可以厂商来那个投资那个架设的经费啊，架在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围墙边，说不定那个学校还有回馈金，所以这个部分市长非常重视，说学校停车棚啊什么等等，都尽量朝绿能的方向，这个来做这个太阳能光电。所以如果这个是在学校围墙边，我们来研究看看，只要不影响那个美观，设计稍微好一点，说不定也可以一兼二顾的。同款是人口的问题，还有南兴国小，议员黄丽椒表示，虽然南兴国小目前只有8个班。但因为教室无够使用，造成部分的学生或者是老龄班必须爱伫地下室来上课，因此要求教育局要赶紧处理。对此，教育局长回应，目前教室应该是有够使用，会加强学校的管理甲配置的问题。台南新闻人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占地大约5公顷的林地本色掩埋场，因为一场大火造成空气污染，让当地议员杜素银非常的不满。虽然火势真紧的控制，不过议员认为掩埋场就亲像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希望环保局会当赶紧处理掩埋场的垃圾量。议员杜素银表示，林地掩埋场伫昨下晡突然间大火，虽然火势真紧的控制。不过，消防人员一直无用到暗时才完全拍花。议员表示，目前台南大型的废弃物，包括手机、家具等，
拢再来拎着掩埋场来藏。目前已经藏甲亲像一座山。议员建议环保局应该赶紧处理。经过调较侪车，因为咱的粪扫场下底迄是粪扫有沼气，我惊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昨迄个设计长嘛拢联络伊的幕僚到现场啦吼。啊，昨暝咧，咱区有控制落了，因为他闷烧一直外数比较高，所以我昨暝8点外走拖转来转去遐看，咱的消防车一直咧搁咧入水咧灌啦吼。像这间拢暗时啊，这我昨暝走拖转来翕吼，几乎什么拢伫遐啊。咱遮的迄个嘛感谢吼，咱拍伙这兄弟真辛苦啦，安尼规昨个鼓舞到昨暝，应该差不多到1点半迄阵吼。较甲整个吼做一个大热啦吼，所以我伫遮要建议县市长、迄个税局长黄市长，因为我一直甲县市长讲，真正即个掩埋场就是一个粪扫山，因为哪？因为即马所有台南市遮的家具啦、树枝啦、啊粪即个啥绿豆啦，全部蹲有够济啦，咱爱看要安怎处理啦。我原讲就是吼，真感谢议员吼。当内的做法，仁德这个掩埋场呢，很主是因为伊这摆看的这个草5公顷，很主是有对关那个废树之草2千，废家具草3千。我知道。昨天大概到5点钟的时候，火是完全熄灭，因为那是那个废的弹簧床跳了后。大概2个足球场大，所以呢，大概我是在1个半小时之内都不灭。但是那个余温我们还是在对好灌水。我了解，那个税局长重点就是咱迄堆粪扫山，看要安怎赶紧处理。另外，有关地方建设方面，议员多数人嘛关心沙仑设置大型医疗院所的进度。虽然行政院有确定要来正式。不过，现在土地取得搁伫协调当中，议员要求市府要积极追踪。对此，市长回应：伫发包进前，市府绝对袂来帮忙。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虽然台湾过去10年来人口增加大约40万人，不过台南市近2年的人口却是一直减少。议员也了解用人口变化来甲市府探讨社会主体政策。虽然目前政府推出包租代管，不过面对一档大约1500位以上的计生户，建议市府成立主体专职机构，率先落岛来做好管理。讲即阵，首先以台北市明伦的社会主体，一个月租金要4万块为例，对照台南市的平实营区。一平100万的地价，租金要收偌济？到底敢有道理？甚至质疑整个标案违反庭事的正义。我开开标嘛，对不对？是，结果开了，虽然同款已经得标啦，这内底都贵啊嘛。你家己敢无感觉？你袂因为你而且答应讲，迄个诉讼嘛无完成。你这个新的标案，你袂好开了嘛？万一开了，若毋是原本甲咱诉讼这间，对不对？我讲这间我唔捌。是。但到有倒来变着口袋这间的时阵，你哪会使伫这个一般诉讼这边你就甲开了？啊，你直接伫本会伫议事厅答应讲无要开了，但诉讼要较要开标，伊买就无来搞啊。甲咱提出诉讼的这个啦，伊有来搞啦，伊还在得标啦，伊讲对方无来搞，好啦，伊讲。这煞议员才了解嘛，伊厝价一直起，少年人买袂起厝。伫个社会主体政策方面，虽然即卖有包租代管，不过议员建议市府应该成立主体专职机构，率6都之先，好好甲厝主来沟通，尤其未来新增加的计生户。8年前、40年前，四号村里世界历史代代得到真侪人的认同。即摆是问题是政府唔做，政府做人会较麻烦。我甲你讲，香港有，新加坡有，讲较歹呢，大陆的照顾人民，最第一有效的代志。哦，你爱慎重思考。就这个咱这是
处处爱自完啊，你袂当不顺便。处处那安尼伊自愿，伊的意愿会讲的，但是讲政府爱出面，我甲你做，政府甲你承租转来，我来做社会主体。咱即马就有包租代管。啊，你包租代管，我甲你讲，你就是爱一个专职的机构，因为你爱针对这个死亡遗留落来的房屋去处理。议员利用总质询提出政策甲市府来探讨，不管是大或者是交通的方面，亲像所该安平假日的交通塞车情形，议员嘛曾经提出接驳车的转运方式。不过到底要做唔做，还是要看市府团队的评估甲执行。台南新闻员跟刘品言采访报道。2021新现代5项科技运动会全国总决赛10月30號到31號，採用5G 轉播，透過連線，佇北部甲南部同步做伙比賽。這個比賽是先經過1個月激烈的對戰，有3萬的體驗人次，對推動新創科技運動產業有真大幫助。新現代5項科技運動會全國總決賽10月30、31號，佇南北兩地同步展開。經濟部長王美花現身北部的國立體育大學賽區，來為參賽選手加油打氣。南部佇台南永華運動中心，這是由台南的吉祥物魚頭菌，甲中職統一賽球團萊恩，甲部長連線互動體驗。部長表示，科技運動會真趣味，希望未來體驗人次會當變成2倍。我们的这些的软体，我们这些 AR、VR 的设备，然后来跟这个赛事来结合。那我也祝福我们这样的一个推广呢，刚才讲是3万人次体验，对不对？我们希望明年的时候是变成 double 以上。那更好的是更多的场地，我刚才也看了更多的场地，包括体育馆，甚至包括这个长照中心。我觉得长照中心非常需要哈，然后百货公司，这个太太们去逛街，先生就可以有地方运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两全其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置。这届运动会为了防疫，采用5G 赛事转播，南北连线异地做伙比赛，这嘛是国际赛会新趋势。对一般的民众来讲，原来在家里面呢，其实就可以射箭，那也可以射击，那有非常多的一个产品。那这一些，我想对于我们普化的运动，如同刚刚王部长所提到的，应该是更为这个便利所以现代新科技的这个5项这个运动会，非常敬佩那么事实上透过科技所开发出来的许多的运动的产品。那么把它呢，融到我们的体育里面去，那么让我们的一般的民众或是未来说不定可以作为选手训练的一些设施，那么可以让普化运动呢更为普及。今年入选的科技运动项目包含数位健靶、虚拟划船、智慧平衡板、互动地点、VR 射击等项目，比赛新奇趣味。开始。新现代5项科技运动会是由经济部工业局、甲教育部体育署、国立体育大学做伙举办，以运动竞技结合人工智慧、物联网、5G。体感科技以及数位内容等新兴的技术，透过运动会形式协助业者行销推广。台南新闻齐美纯、何乔邦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高雄的奶茶一条街真出名，现主时伫台南也意想一条街，用空间美学营造品牌联合行销的方式，建立属于在地独特风格。经济部商业司甲商业发展研究院10月30号就伫大学路18巷举办品牌一条街联合行销活动，吸引侪民众前往参加。一讲到大学路18巷，真侪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想到有真侪异国餐厅。经济部商业司首都辅导品牌一条街，针对街区的品牌特色，甲在地驻地组织合作，整合线顶线卡推动行销活动，打造品牌一条街意象。第一档辅导对象就选定台南大学路18巷意象一条街，以及高雄新乐街奶茶一条街。经济部商业司今年开始推动这个品牌一条街的计划，那我们今年就先选了2个，一个在高雄的奶茶一条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成大商圈的18巷跟22巷的意象一条街。那我们知道这个街上有很多的异国餐厅哦，那也因为这个整个在学校周边商圈的一个形成，它其实有很深的一个文化底蕴跟一个商业聚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个品牌一条街，能够慢慢再去活络我们地方商业的一个活动哈。从商业发展的角度来讲，它是与时俱进的，所以我们长期所酝酿的那个文化底蕴跟这个生活品质的深度当然要一直存在但是如果发扬光大，也要配合消费者新的行为需求，以及新的商业科技包括现在数位转型，那如何不断的导客让消费者的需求我们随时与时俱进的在经营方式、在服务这个等等的这个方法上面呢，能够随时创造更多的消费者的好的体验让他自动的导客。短短一条巷道，较有着超过10间异国料理餐厅。民众对着商业司意象一条街的规划，拢表达支持。不管是意大利餐厅、日本餐厅，还是说是我们的那个泰式料理、中国餐厅，最好的选就是待到这里，这边人文荟萃的地方，所以它那个整个街道都是餐饮。那我们商研院来承办经济部的活动，就是希望能够来营造品牌一条街。当然，其实有异国料理的一个聚集的地方不多啦，所以这边是蛮适合来这边放假的时候带小朋友或者在里面走走，觉得还不错。觉得还不错，因为其实确实里面有蛮多不一样的店，像我刚刚经过也有什么韩国料理店，对，所以我觉得像也有西餐店啊，对，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商业司今年推动品牌一条街辅导，首度结合街道品牌甲特色产业。在台南甲高雄，总共集结超过50间的店家参与辅导甲联合行销。经济部商业司欢迎大家到品牌一条街行看看，体验台湾各地产业特色文化。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31号举办“闪亮亮星星甜蜜蜜家庭日”活动，大好拄着万圣节，现场新住民家庭穿着亲子装，搭配着万圣节的创意装扮，做伙来欢度家庭日。市长黄伟哲特别前往颁发画图比赛奖项，并且发送万圣节的糖啊，和现场热烈滚滚。带着我们 Lolia 进场的是来自印尼的Ikiayuni 妈妈。妈妈今天为了今天的盛会，特别将我们印尼的传统服饰精心的做一个打扮哦。在台南有3.4万左右的新住民家庭，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甲台湾互相融合，同时也让台南市的亲子家庭有一个欢乐温馨的周末假期。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31日上午在溪南服务处办理“闪亮亮星星甜蜜蜜家庭日”活动，现场安排真侪趣味的闯关游戏，和参与的亲子家庭齐心拍通关，共度甜蜜家庭日。跟爸爸妈妈一起出来玩这个游戏，你觉得怎么样？很好玩。我们是印尼人，我们喜欢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我觉得很
有意思，也很好玩。希望台南市的首都办一些这样的活动，让亲子可以互相更了解，然后生活更幸福。6日出来就是组在一起，姐妹可以见面，就是我们可以分享一些，就是我们学到活动还蛮精彩的，然后可以增加亲子的关系。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娶了这外籍的老婆来到台湾，我们也希望说，夫妻2个人能够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把全家人一起带出来。市长黄伟哲一透早就特别来到现场，甲民众同乐，同时颁发校园4度画图精选比赛奖项。东光国小徐伟婷同学，在台南市有3.4万位新住民的配偶，所以说他们来到台湾融入这个社会，有文化也互相激荡，也互相冲击，甚至互相融合。所以呢在台湾，尤其在台南，是台湾的第一个城市。说到文化，我们是以文化立市，然后文化在台南是有很重要的元素，但是随着许多新住民朋友们，还有外来朋友们，还有甚至来自观光客的朋友们，他们慢慢对台南市的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影响。咱市东山以及大港国小2间新住民学习中心，也伫现场安排多元文化体验活动，让市民体验以及认识多元的文化。现场嘛有轻松活泼的越南道理有教学，也让市民伫欢乐中体验异国风情，让平常时无闲工课新住民家庭伫假日中共游同欢。家庭教育中心表示，希望透过办理这次的活动，教育后一代学习尊重甲平等看待无同文化族群，实现爱从家出发、关怀无距离的理念。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民进党用研会积极扩张政治版图，每年将踏入台南市议员的选战，分别是第1选区大兴亚区的张豪哲、第3选区麻豆区的李开通，以及第8选区中西区甲北区的林建南。3位参选人也拢成立服务处，展现决心。过去担任台南市青商会会长、电脑工会副理事长，同时也是立法委员王定宇服务处副主任林建南，当年协助选民服务，对着政治事务相当熟悉又够有热诚，伫地方上的名声真好，定得被人劝进选议员。伊经过思考以及甲厝内人沟通了后，这次伊决定要来投入明年台南市第8选区、中西区以及北区市议员选举。30日天，伊也率先成立服务处，展现实际的决心。这一次在这个大台南合并的第11年那再过2年就是我们这个台南我们这个建成400年。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那我依然在这个地方那更难我自细汉就是伫这个老城区来出世嘛是伫这个北区来成长所以讲我非常认识咱这个土地，咱这个社区所以伫这个大台南合并的这个时间点，以及要台南市要迈向这个400年建成这个较好的日子，所以更难是希望伫这时阵来投入这道咱明年度2022年咱台南市北区、中西区的这个选举希望让这个城市更加好希望咱市民共同来打造一个幸福的台南、幸福的城市。服务处成立这天，立法委员王定宇、赵天麟、台北市议员阮昭雄、新北市议员何博文拢来到现场，为林建南选议员来赞声。咱的建南兄伊本身做过足侪社团领导者呢，伊做青商会的领导者，嘛做过义消的领导者。伊搁较是电脑工会做过女理事长，即嘛是常务干事。迄代表啥呢？代表就是讲咱工商活动上热烈的这个分区上需要有企业管理的头脑，有社团经营的热情，有服务的精神，这咱建南兄拢有。这种情形阁无安尼伊阁是中兴大学企业管理系的高材生。今仔日包括新营，包括北区、中西区。下晡包括闸门区的麻豆，咱同步成立第一批，唔是竞选服务处尔，这是咱4项公投的宣达站，这个站要先成立。
了后呢，咱可以陆续伫每一区成立公道的宣导站。不止这，阮可以成立宣导团、布地戏团，各地方去宣传。自细汉就伫咧旧城区大汉的林建南，希望透过伊的参选，会当为老城区注入新的风貌，互囡仔一个友善的成长空间，互市民有安全好徛起的环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